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雅歌书第5章第9节、第6章第3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。圣经讲福音是上帝的大快乐。那安尼，什么是福音？上帝的大快乐又阁是代表什么代志？伫保罗和罗马教会批信的中间，安尼讲着：我要掠做福音做见效。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快乐。要拯救一切相信伊的人，大先是犹太人，然后是外邦人。保罗接续也指出福音的工作，伊讲：因为这个福音启示着上帝怎样互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是出伫信来停止伫信。就好像亲像圣经所讲的，因为信来得到甲上帝有合宜关系，将要得到生命。福音是建立人要甲上帝的关系，合宜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建立伫耶稣基督国活的恩典的顶头。咱讲到世间人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咱就引用着这个雅歌书的经文，安尼讲着，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就亲像一对新婚的夫妇同款。咱有亲密的关系，并且这个关系是合宜的关系，亲像雅歌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安尼讲着：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你这个女子中上水的查某囡仔，你爱人去倒位啊？请甲我讲，伊对倒一条路去，通好互阮来帮忙你找找。新娘就应讲，我的爱人到家己的园仔去，花大开的红鲜花，伊伫迄个所在来过羊群，来挽百合花。我的爱人是我的，我是伊的，伊伫百合花的中间来牧养羊群。咱一般的人会讲，情人的眼中出西施。有人讲，家己的家己好，别人的生煞无。迄个意思是讲，家己的是上好的啦，别人的拢是无好的这对关系合宜的情人，彼此互相爱慕，眼中除了对方以外，就无法度容纳其他的人。雅歌书第5章第9节安尼问：这个女子中上水的查某囡仔，你的爱人比别人较好吗？伊有甚么特别的所在，值得阮答应你的要求？这个眼中的对象，敢有比较较好？敢有比别人较好？其实这是无法度去比评的。可能咱应该安尼讲，就是最高级的啦，毋是比较级的。雅歌书的经文继续讲到，我的爱人缘投勇壮，是万人中间
会上熬的。伊个头亲像精金，伊个头毛亲像波浪，真乌乌金啊乌金。伊目睭亲像溪水边的粉鸟，用黏接咧洗身躯，徛伫个溪流的边啊。伊个两个喙齿亲像花布遐尼古锥，种满芳芳的草。伊个喙唇亲像百合花，互蜜液的汁来滋润啊。伊个双手生做真娇韵，带着空宝石的手环。伊个身体亲像光骨的象牙，含着即个宝石。伊双腿亲像白玉的条啊，安伫迄个真洁净的金做的顶悬。伊的外表亲像黎巴嫩山遐尼来悬，亲像悬搁大丛的象鼻丛。伊的喙芳甜，通互人浸。伊偌尔互人来着迷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迄就是我的爱人，我的同伴。既然伫热恋的关系的下面，彼此有来欢喜接纳，那安尼基督徒怎样甲上帝建立亲密合一的关系？圣经甲咱讲是透过国活的基督，人会通甲上帝建立国活的关系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一个合一的关系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写的批信安尼讲着：兄弟姊妹，我爱恁会记得我以前所传互恁的福音，这个福音恁领受并且用伊做信心的基础。如果恁持守这个福音，毋是空空的相信，一定会因为伊来得救。我捌将我所领受迄上好的信息传授互恁，就是照着圣经所讲的，基督为着阮的罪来死。搁是照着圣经所讲的，伊被埋葬第三日搁活，伊彼得来显现，搁52个使徒来显现。以后，伊又搁一摆500外个军队以的人来显现。这个人多数活地，虽然也有一寡已经死后来伊雅各来显现，搁所有的使徒显现，最后伊也我来显现。我好像亲像伫一个无正常的情形下面出世的人。我伫使徒的中间，原来是上姊妹世，要敢去称做使徒，因为我迫害过上帝的教会。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我才通成就了今仔日的我。伊所赏赐予我的恩典，无有空空，颠倒是我比其他的使徒搁较努力的工作。其实毋是我家己的工作，是上帝的恩典甲我同齐工作。那安尼，无论是我还是别个使徒，阮拢是安尼传，恁也拢是安尼来相信。因为国活的基督建立着伊的呼召，来互人来得到国活，互甲上帝的合一的关系顶悬。上帝真正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恩典，来赏赐救恩，互见那宣告相信的人。
为着互人甲伊会通重新搁好，有亲密搁好的关系。其实这就是福音的目的，也是咱规本圣经所咧描写救恩最终的目标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会加添痛苦。我毋贪污因的献祭，嘛毋敬拜因的生命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保守我应得的份额，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，我得到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。每时我的心指点我不时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你伫我的正边，我袂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。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。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；伫你的正边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感谢主透过福音的大开力，互阮会当甲你建立亲密、合宜、搁好的关系。恳求主继续带领阮，指示阮行伫稳定的路顶悬，甲你更加亲近。感谢主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